歡迎嚟到工程頻道啊！今次影片咧想教大家唔同財富情況下嘅朋友啊，究竟點樣做先至對自己最有利嘅？當你已經做咗一段時間啦，譬如講幾年啦，如果你嘅財富係以下呢三個情況啊，首先第一就係冇錢或者冇乜錢啦，跟住第二就係100萬以內嘅，跟住第三就係超過100萬嘅。究竟點樣進行配置先至對自己最好嘅？嗱，如果你過往啦冇認真對待自己財富啦，覺得理財好麻煩啦，唔想面對啦，又或者完全唔識理財嘅，呢條影片咧將會對你有好大改變。嗱，希望條影片咧可以話俾你自己聽。而家你嘅財富情況究竟去到邊個水平？個現實究竟係點？之後點樣做先至對自己最有利嘅？嗱，喺影片分享前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， 俾個 share， 最重要係訂閱翻我呢個頻道，等下次有新片分享咧，即刻可以通知俾大家嘅。好，正式開始條影片啦。首先第一個情況啊，就係講緊你冇錢或者只有好少錢嘅。如果講緊咧你做咗嘢幾年啦，甚至好多年啦，但係完全冇儲蓄習慣，冇任何股票、冇物業、冇基金、冇任何財富等等啦，即係講緊你淨係做一個月光族，揾幾多使幾多嘅。你往後嘅理財咧，只會越嚟越難啊！因為講緊咧，我哋成個人生財富累積咧，其實頭嗰10年係最重要嘅。因為我哋成個人咧，其實初頭咧，你儲多嘅錢嘅比例比較多啦，你年輕嘅活力比較強啦，講緊你嘅負擔比較少啦，你父母嘅年齡唔係太大啦，同埋再加埋金錢時間值個複利式關係啊！你越早開始進行理財咧，你往後嘅增長就會越好嘅。調翻轉嚟講，就係如果你冇把呢10年咧，當你往後嘅負擔慢慢增加，其實你擁有本錢就會更加少嘅。你可能日後啦開始建立家庭啦，你嘅父母年紀比較大等等，都會令到你越嚟越吃力噶。如果你真係做咗嘢幾年甚至更長時間，但係完全儲唔到錢咧，相信呢條影片咧真係最後機會啦。因為再過咗幾年咧，你嘅負擔再增加咧，你要儲就好難嘅。嗱，具體方法啦，究竟點樣做先至可以幫到大家？嗱，首先啦，如果你而家單身，年紀唔算好大嘅，負擔唔算好多，我強烈鼓勵大家儲起你收入嘅一半，即係講緊你搵2萬就唔該同我儲1萬。嗱，因為講緊咧，你而家係成個人生財富累積最黃金嘅時期啊。咁如果你真係好好把握，逼自己嘗試儲多少錢。如果你話第一下可能覺得比較吃力嘅，起碼啟動咗先。譬如講緊你儲每個月嘅20% 啊、30% 先。跟住啊，如果你講緊已經有家庭，但係你完全冇任何嘅財富嘅，嗱，講緊你面對嘅情況咧，個風險都幾麻煩啊。因為講緊咧，如果你咁唔好彩，可能失業啊，或者面對一啲可能係突發性嘅風險啊、大病等等啊，你完全冇防守能力啊，所以啊，呢一刻咧，你就要盡力嚟到儲錢先。可能你有家庭負擔，儲錢比較難嘅，我都鼓勵大家首先儲10%，呢個最基本嘅。如果做到咧，慢慢再加上去，唔好真係完全唔儲，唔好完全喺度放棄啦。我哋真係要嘗試逼自己儲下錢。嗱，點樣逼自己儲錢咧？大家其實可以試下咧，就係做一啲叫做記賬啊，即係記錄翻自己每個月嘅使費啦。其實講緊咧，我哋理財咧，唔係叫大家1毫子都唔使，而係講緊應慳得慳，應使得使。我哋記賬目的就係要了解翻，究竟自己啲錢係使喺邊度，減少不必要嘅開支啊！嗱，如果你過往咧真係比較難儲錢咧，我鼓勵大家可以嘗試參加銀行啲叫儲錢計劃啊、月供股票計劃啊、月供基金計劃啊，可以嘗試用呢啲方法嚟到幫自己做一個理財嘅目標嘅。至於投資方面啊，究竟點樣做先最好咧？無論你講緊係年輕未有負擔啦，或者你有負擔啦，但係講緊你而家係完全冇財富冇儲錢啦。嗱，首先第一步啦，唔好太過心急做投資啊、買股票等等先，因為我哋講緊成個理財咧係攻守兼備嘅。你而家係完全冇防守力噶，所以首先儲咗現金先，唔好太心急做投資。儲咗現金啦，如果你係後生仔，儲基本現金夠嘅時候咧，餘下啲就可以開始投資。但係如果你係有負擔嘅朋友啦，你相對地儲嘅現金就要比較多，同埋要去到足夠水平咧，先至慢慢做一啲穩健少少投資嘅。咁俾我喺個成個投資上咧，記住啊，對一啲叫做過往冇做開理財冇儲蓄嘅朋友咧，記住唔好急，首先做好現金，做好防守，打好底先嘅。
到第二個情況啦，就係講緊你嘅財富有100萬以內啊。嗱，呢個情況咧就比頭先完全冇錢係好得多嘅，但係究竟係咪足夠咧？仍然要睇好多因素嘅。嗱，首先啦，如果你係單身啦，做咗嘢只係幾年，但係你都能夠儲到幾十萬嘅，其實條數係唔錯嘅，你已經有個好嘅開始啦。你之後最重要係保持做好理財，因為講緊係理財咧，唔係一時三刻嘅，而係做一個長期好有紀律，好似一個馬拉松咁樣嘅。咁變咗大家如果之前做得好嘅時候咧，之後都要繼續做得唔錯嘅。嗱，正如之前所講啦，如果當你日後有家庭啊，父母年紀比較大有負擔嘅時候咧，多少儲錢就比較難嘅。所以而家係你做好準備嘅好機會嚟噶，因為講緊到你日後可能要結婚啊、置業啊、生小朋友咧，到時負擔大咧，要儲已經唔容易啊。所以趁而家呢一刻咧，可以做好理財就盡力做好嘅。跟住啊，如果能夠承受到基本風險嘅，就可以考慮進行投資啦。嗱，可以按自己唔同嘅風險承受程度啦，就選擇翻適合自己產品嘅。我係唔建議大家100% 揸現金嘅。我哋講緊做理財咧，其實係進行一個配置。係將我哋嘅現金咧就轉化成為唔同類型嘅投資工具，當中係要攻守兼備嘅。如果你嘅年紀冇大咧，其實我哋可以着重進攻多少少嘅，但係調翻轉，當你年紀比較大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着重防守，着重現金流多少少嘅。嗱，如果你係頭先所講啦，可能做嘢只係幾年啦，未有負擔嘅年輕人啦，可以將部分資金咧就投資股票嘅，而小部分啦可以繼續揸翻現金嘅。咁當然啦，投資股票前咧都有基本嘅相關知識嘅。如果你完全冇選股能力啦，可以揀一啲叫平穩增長型嘅基金啦，或者環球股票基金啦，或者揀一啲叫交易所買賣基金，追蹤住一啲大型嘅指數嘅，譬如講緊追蹤住美股標準普爾500指數嘅 VO 啦，或者追蹤住港股恒生指數嘅2800啦，基本上都係個唔錯嘅指數基金嚟嘅。大家可以長期進行分注買或者月供咧，基本上都可以幫到你嘅長期財富進行到一個累積嘅。如果你有基本嘅股票知識啦，就可以自己進行選股啊。咁記住啦，我哋投資股票啦，唔係教大家做炒賣啊，唔係賺差價，不停每日瘋狂短炒咁就叫投資。其實我哋係要建立一個長期嘅財富配置，當中嘅股票咧係要優質，要平衡，要適合你自己嘅年齡同埋風險承受程度，而各類型各個行業嘅股票都應該有，咁先係一個平衡嘅組合嘅。同一個行業比例唔好太多啦，同一隻股票亦都唔好太多，最重要就係諗長期嘅配置嘅。嗱，如果你年輕啦，可以承受風險啦，甚至可以將部分資金投資啲潛力股啊、潛力型嘅基金啊，咁都得嘅。咁變咗啦，喺承受風險嘅情況底下咧，盡力幫你爭取一個唔錯回報嘅。嗱，頭先講咗就係一啲叫冇負擔嘅朋友啦，但係調翻轉啊，如果你有負擔嘅，但係你嘅財富只係得100萬以內咧，其實係唔足夠噶，所以喺理財上咧就會比頭先所講嘅朋友咧要保守少少啊，同埋建議大家要加強翻你成個理財啊，最好每個月咧係能夠減少咗開支，令到你每個月儲到錢咧係能夠提高5% 嘅。嗱，唔好睇少呢5% 啊，長遠嚟講咧能夠幫你累積到好大嘅財富，同埋幫你做好成個防守噶。嗱，至於投資方面啦，就唔能夠太過進取噶。可以投資一啲叫做中低風險嘅投資工具啦，咁指數基金咧係可以嘅，但係潛力股嘅比例咧就唔能夠太多啦。如果你嘅年齡去到中年啦，甚至已經接近退休年齡嘅，就要再保守多少少啊，可以開始建下啲叫現金流類別嘅工具嘅，譬如講係收息股啊、收息基金啊、債券之類啦。咁當然啦，部分都係投資有基本增長力嘅產品嘅。到第三個情況啦，就係財富已經超過100萬嘅朋友啊！嗱，你擁有呢個數目咧，證明你有做好理財啊！但係始終香港生活成本比較高啦，係咪真係足夠咧？都要睇翻你嘅年齡啦、背景啦、負擔等等嘅。所以以下啦就會再分幾個背景嚟好講嘅。首先啦，就係年輕人啦，即係講緊你仲係單身啦，做咗嘢幾年啦，但係已經能夠累積到100萬財富咧，咁呢個係相當之好噶。你應該將往後更多時間擺喺學理財、學投資同埋管理喺自己成個財富組合配置入面嘅，因為講緊你而家已經擁有基本嘅資金啦，只要你運用得好咧，
你往後就能夠產生錢揾錢嘅作用，長遠滾存出嚟嘅財富咧，係能夠比你打工獲得更加大嘅效果嘅。跟住，如果你係中年啦，有負擔嘅朋友啦，就要睇翻你具體嘅金額有幾多啦。如果講緊你有負擔，但係你嘅財富只係得個100萬咧，其實喺香港呢個生活成本咁高嘅地方咧，其實係未足夠嘅。所以你往後仍要加強努力做好理財，最重要就係每個月儲多少少錢，長遠嚟講咧就幫到你成個理財好多嘅。跟住如果講緊你有負擔，但係你累積嘅財富已經達到500萬甚至更多水平咧，你就應該花多少少時間擺喺財富管理嘅層面啊，因為講緊500萬8% 同10% 嘅差別已經係10萬之差啦，所以呢個唔係一個細嘅數目，所以大家應該花多少少時間做好成個配置，你應該加強成個投資理財方面嘅知識，同埋用心嚟去研究多少少唔同類型投資工具，同埋點樣幫自己做好成個財富配置，只要能夠加強少少回報咧，作用已經好大噶啦。跟住如果你係一位年長人士啦，其實而家一刻咧已經唔係追求財富增值啦，應該將力量集中喺財富配置層面。特別當你已經本身累積咗一定財富，譬如講500萬甚至1000萬以上嘅，點樣做好配置，對於嚟講係最重要嘅功課嚟嘅。嗱，我鼓勵大家啦，花多少時間認識一啲叫比較低風險有現金流工具，譬如講緊收息股啊、年金啊、低風險基金啊、銀行低風險產品啊、債券啊、定期等等嘅，大家可以建立一個平衡嘅財富配置，唔好過分地集中喺單一工具裏邊，揾翻適合自己工具同埋做好配置。記住上述所提過工具咧，你都要自己花多少少時間研究嘅。譬如講頭先提過債券嘅，係咪所有債券都值得投資？咁當然唔係啦，大家應該揀翻啲比較低風嘅，譬如講緊評級去到 A 或者以上嘅債券就比較穩陣一啲啦。嗱，我總結翻今日條影片啦，其實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話3個唔同情況底下啦，究竟點樣做好成個理財先最好嘅。其實我最重要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大家知道自己而家嘅情況。如果你講緊你而家真係冇錢嘅，即係你做咗幾年甚至好多年，你真係完全冇錢咧，我希望你能夠面對翻自己，唔好再逃避理財呢一個功課啦。因為你嘅情況咧，其實最令人擔心嘅。你而家唔面對咧，你將來面對只會更加大鑊噶。所以啦，係強烈鼓勵大家，如果可以咧，就盡力儲錢，甚至儲你收入嘅一半就最好嘅。跟住如果講緊你嘅財富係100萬以內啦，如果你係年輕嘅，其實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噶，甚至可以投資部分咧喺啲高風險少少或者進取少少工具。咁當然啦，你前提都要認識嗰啲工具先得嘅。但係如果你唔年輕啦，有負擔啦，100萬以內數咧，其實係唔足夠嘅，你仍要加強努力噶。而投資方面咧，你只係能夠承受中等程度風險嘅。跟住到最後講財富超過100萬嘅朋友啦，你應該花多少少時間做好成個配置。首先要提高翻自己成個投資知識，同埋做好個配置，令到你往後咧能夠建立一個適合自己嘅配置組合嘅。嗱，因為做得好定做得唔好咧，對你影響絕對係大過人工方面影響嘅。因為講緊你已經累積咗一定嘅財富啊嘛，只要你做得好咧，其實你往後係能夠啟動咗錢揾錢嘅效果嘅，所以唔好錯過咗呢個咁重要嘅資源啊！一定要做好成個配置嘅。好啦，今日影片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對自己成個財務情況有啲咩問題咧，都歡迎喺留言區咧就問翻我嘅。咁最後啦，如果大家中意條影片啦，記得同我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翻我頻道啦。咁等有突發影片或者最新影片咧，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俾大家嘅。咁另外啦，如果想睇更詳細嘅資訊啦，就可以 click 翻下面條 link 嗰度啦。咁追蹤翻我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。